警訊第2部分啦。周 Sir， 星期日放假咧，你會唔會帶埋屋企人咧去郊外踩下單車咁咧？都有㗎，踩單車樂趣多啊嘛，而且咧沿途仲可以欣賞下風景咁，身心咧都愉快啲啦。係啦，秀瑩，見你講開踩單車啊，今次咧我哋就專登去到大埔區，並且咧揾到花式單車好手如心如督察咧，同你上翻堂通識單車課。好啊。踩單車咧係一項有益身心嘅活動，加上近年咧政府亦都不斷咁發展單車徑，就好似我而家身處呢個大埔區咁，佢哋有一個完善嘅單車徑網絡，吸引到唔少咧區內區外嘅市民咧嚟到呢度休閒消遣㗎。與此同時，好多時咧單車徑同埋行人路咧都係並排而行，有部分嘅市民咧因為冇留意到路面嘅情況咧而發生交通意外嘅喎。係啊 ，Andy， 喺2008年大埔區嘅單車徑咧已經發生咗168單涉及傷人嘅交通意外，其中更加有人因為受傷而死亡添。我哋發覺咧有10% 嘅案件係因為道路使用者冇遵守到單車徑嘅標誌所以發生嘅。大家知唔知道呢個交通標誌係代表啲咩呢？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話，當大家喺踩緊單車，又或者係行路跑步嘅時候咧，應該用翻正確嘅道路。我哋發現好多時咧，有部分嘅市民就會利用單車徑咧嚟到跑步，又或者咧踩單車上行人路㗎。其實咁樣做咧，已經對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構成一定嘅危險㗎咯喎。係啊 ，Andy， 我哋發覺有好多嘅交通意外咧，都係因為道路使用者唔留意到自己係不正確咁使用緊行人路同埋單車徑嘅，亦都唔熟悉相關嘅法例。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74G 章，所有踩單車嘅人士咧都必須要遵從交通法例，同時跟住單車徑嘅方向去行駛。如有行人路同埋單車路並列嘅道路嘅時候咧，所有嘅單車都需要喺單車路上面行駛，行人咧就只可以喺行人路上面行走。如果踩單車嘅時候唔依照呢個標誌，又或者行人喺單車徑上面步行或者跑步，佢哋可能會被檢控違反呢個標誌，一經定罪，最高罰款2000蚊。係啦，余 Sir， 其實有好多人都唔知道啦。當馬路旁邊係有單車徑嘅話，踩單車嘅人士咧就唔可以喺馬路度踩單車，一定要利用單車徑嘅喎。冇錯，如果唔係咧就會犯法㗎，一經定罪，最高罰款2000蚊。另外喺一啲地方，因為環境嘅問題，單車徑會中斷。遇到呢啲情況，踩單車嘅人士就需要遵守呢一個交通標誌，停車推單車過呢個路段。如果唔係，亦都係違法㗎。另外，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關單車安全嘅資訊，可以瀏覽運輸署以下嘅網頁。另外咧，我知道為咗有效咁樣執行同埋防止罪案嘅工作，同埋咧亦都要提高單車徑嘅安全，同埋提高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識。大埔警署咧就善用咗區內嘅完善單車徑網絡喎。冇錯，大埔警區喺2008年11月開始推行咗單車巡邏，由受過單車巡邏嘅軍裝同事以2人為一組，喺區內嘅單車徑同光線不足嘅罪案黑點進行日常巡邏工作。單車巡邏比步行巡邏除咗巡邏嘅次數為多之外，覆蓋嘅範圍亦都較步行巡邏為廣，同時亦都可以進入一啲警車未能進入嘅路段，有效咁執行防止罪案嘅工作。你哋飲完未㗎？得啦，我唔等你哋啦。咁你踩先啦，不過小心啲喎，唔好去咁遠啊，我哋就追到你㗎啦嚇！小心啲啊，嚇！得唔得啊？行啦，上啦，慢慢踩啊！真係經歷過。小朋友嘅佢就知道啦。
去開嗰邊㗎嘛。嚟到呢度都唔見佢，會唔會喺前邊我再揾下？喂，阿 Sir 啊，阿 Sir 阿 Sir，發生咩事啊？阿 Sir，我哋唔見咗個仔啊！得閒你慢慢講，幾時唔見㗎10分鐘到啦。10分鐘，咁你個仔幾多歲啊？7歲。7歲，幾高度啊1米高啊。1米高，當時着住啲咩衫㗎？藍色間條衫同埋軍褲。迷彩。係迷彩。得，咁佢踩住架咩單車啊？粉紅色嘅 BMS。粉紅色 BMS， 咁佢最尾踩咗邊個方向？我哋唔知啊，我哋喺後邊一路跟到上嚟。慢少少，咁我叫同事過去幫佢揾下先啦。得咁你過去幫佢揾先啦。咁我再報俾電台。得，咩牌？電台591 Move。我當然有同市民求助嘅時候，單車巡邏個案可以喺短時間內講到完成，盡快處理案件，大大提高咗巡邏警員嘅靈活性同機動性。小朋友，你喺度做咩啊？係唔見咗媽咪啊？咁你係咪叫黃小明啊？咁你有冇受傷啦？嗱，呢度坐一陣先啊，等我叫你媽咪過嚟，好唔好？Console 警員5974，我喺元洲際公園出邊咧，就揾到頭先嗰位迷途小童。你去邊啊？嚇，冇事嘛你？嚇？唔該曬兩位 Sir。我係嗱，先生，下次好小心睇住小朋友啦，如果唔係好危險嘅，明唔明白？得啦，唔該曬，唔該曬。點啊，明仔？擔心佢爹哋喎，講冇事啊，佢有冇事啊？我哋警方咧亦都會定期檢討單車巡邏嘅安排同埋成效㗎，例如調整巡邏嘅路線同埋次數，盡力做好警務工作，令到市民可以享受踩單車嘅樂趣。原來踩單車咧一啲都唔簡單，有咁多嘢要注意嘅喎，咁你就多謝晒你啦，家寶實。咁先係好學生啊嘛。